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3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以赛亞書60章17節到22節，馬太福音第9章27節到34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恢復。基督信仰中間強調上帝的救恩，藉着耶穌基督十字架的寶血。是要為着人，互人甲上帝來和好。這種的關係的恢復，信仰中間提到着上帝的救恩是赦罪，也就是講要互咱原本離開上帝的道路的人，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會通得到上帝的憐憫，閣一擺恢復到迄種無罪的身份。提到着新約甲醫治的恩典，就是要互人對破病的狀態得到身體甲靈性的恢復。上帝透過這個先知以賽亞甲以色列人民來講記載佇以賽亞書60章17節到22節，安尼講：我要摕金代替銅，摕銀代替鐵。要用銅代替茶，用鐵代替石頭。我要設立和平做你的官長，指派公義做你的監督。伫你的土地未閣有聽見強暴，你的境內未閣有毀滅荒廢。你要稱你的牆做拯救，叫你的門做軛樂。這時你無閣需要日頭的光。暗時嘛無需要月亮的光照，因為我上主要做你永遠的光。你的上帝是你的陽光，你的日頭袂閣落山，你的月亮袂閉起來。上主要做你永遠的光。你悲傷的日子會煞，你的人民攏會平公行義。因會永遠繼承永遠的土地，因是我親手所種的所造，互我通得到陽光。上世變成做大種族，上弱會變做強國。我是上主，佇時機成熟的時，我會真緊促成這個事。福音書的記載中間也有濟耶穌基督的新約甲醫治啦吼。馬太福音第9章27節到34節記載着耶穌基督醫治兩個眼盲的人。耶穌離開遐的時，有兩個盲人來對伊，因大聲喊：大衛的囝，憐憫我！耶穌入去厝內，盲人就行活去。耶穌問因講：恁信我會當甲恁做這個代志是無？因講主啊，你會。然後耶穌摸因的目睭，講：照恁的信，互恁實現。因就目睭開，會看見。耶穌嚴嚴吩咐因講：千萬毋通互人知這個代志。毋過因一個出去，煞將耶穌的代志傳遍迄地方逐所在。因出去的時，也有人帶一個互鬼附身的袂講話人來耶穌遐，鬼一個互耶穌趕出去，迄個袂講話就會講話。群眾就攏着驚，講以色列願毋捌看見這款的代志。不過法利賽派的人講，伊是靠鬼王的趕鬼。這是看見這是肉體的醫治，嘛代表着人甲上帝關係的恢復。藉着耶穌基督的救恩、新約醫治，互人會當進入佇甲爸上帝的家，正做伊所聽的兒女。詩篇146篇，哈利路亞，稱讚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稱讚上主。我一生要稱讚上主，我活日要唱歌稱讚我的上帝。毋通我靠君王，毋通我靠會死的人，因袂當幫讚，因一個斷開就歸途，因的計劃佇迄日就落空。
靠雅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五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伊赐食物互夭饿的人。上主讨帮受关押的人，上主互亡人会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锡安那，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万代。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感谢主赐阮救恩，互阮会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来得到甲上帝恢复这个好好的关系。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